東巴紙係納西族文化最重要嘅載體，基本上所有納西族文化嘅相關古籍都係寫喺東巴紙上邊。咁佢嘅紙又有啲咩特別呢？就等我哋今日拆解佢嘅製作過程啦。東巴紙嘅原材料係納西族地區嘅一種灌木類植物，叫麗江瑤花。呢一種嘅植物有一個特性係帶有微毒，所以做出嚟嘅紙就會有防蟲抗蛀嘅能力。而且樹皮帶有少少黏性，纖維亦都非常之高，所以做出嚟嘅紙張韌度十足。據聞咧可以擺放超過1500年添啊！製作過程相當複雜。首先佢要用200度嘅高溫將原材料煮超過30個鐘，令到材料變軟同埋減弱毒性。所以暫時咧都仲係用傳統燒柴嘅方法嚟加熱。將材料煮腍之後，會將深色嘅表皮除去，淨係提取內層嘅部分。經過一段時間嘅曬乾，再用工具將材料攪爛成為漿糊狀，然後混入水備用。最後咧，佢哋會準備一個大水池，入邊放一個篩，再將混合好嘅紙漿水借助唔同嘅工具同埋手法，平均咁樣倒入去篩入邊。之後仲要小心翼翼咁樣檢查同埋執走浮上水面嘅雜質。最後再慢慢咁由水入邊拎起個篩，盡量令到紙漿水係平均咁樣流翻喺篩上面，以免之後做出嚟嘅紙咧厚度不一。抽出後嘅紙漿初形會放上去鐵板上面，等佢自然乾透。咁樣都未完啊！乾咗之後，仲要再次用噴壺對紙漿噴少量嘅水，再用工具對住佢來回咁樣滾壓，將比較厚嘅部分咧再一次壓平，最後再做一次嘅風乾。咁一張東巴紙咧就真正完成啦。由於工序非常繁複，所以東巴紙而家都好少拎嚟到大眾使用。但作為麗江一帶嘅傳統手藝品，有機會去到麗江嘅話，就不妨揾下呢一啲商店或者係體驗坊，了解一下呢一個傳統手藝啦。